听讲今仔甲你来这是你的好朋友，嘿是。是好到什么款的程度？就是。都会使辛苦。高升笑的啦。啊，阮都会伫音乐顶头的，足侪迄落。伫倒顶头。音乐交流。你音暗交流，你是无交流。不是。你先问伊好无？咱算讲咱熟识真久啊。系啊，我自细汉看你大汉。不像那所以你要陪我去放牛无？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这位主持人彭恰恰。活下去落去，大家欢喜笑归暝，哈哈！谢谢感谢，感谢大家收看咱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好主编，我是你自细汉看甲老看甲大汉的彭恰恰。今日感觉现场气氛无啥共款，一片的祥和，充满着音乐的感觉。当然，伫咧介绍咱学员进前，首先咱安排一位咱台语文专家，到阵欢迎邓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推广台语是愿望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老师，大家咧要出场拢无讲。伊嘛是爱家己发明啊，要做老师袂遐简单。老师，你有写过册无？你我出4本册，哇，拢甲台语推动有关。最近一个咧食头路。阮某嘛退休啊。我是问你，你某退休有啥物关系啊？这差足济呢。安怎讲？因为以前人讲我伫台湾遐走来走去，是我一个人家己外口弄榴莲。如果阮某即摆若退休吼。拢对我去呢，偌好诶！方才你还未介绍进前哦，你说到这龙榴莲3字，哦，代志来了。因为今仔来宾有一个因老爸较早龙榴莲，因老爸较早拢互我甲名做龙榴莲，这3字要安怎写？哦，好来，海波浪的浪，真的假呢？浪啊你的浪啊，流啊我的流。真的吗？是这溜。啊啦，练，哎，口字边的。口字边。龙榴莲是3字。因为这是新创的艺术啦。有人写安尼啦，吼，有人是写安尼有吼。有吼。水甲拢看无，我嘛看无，这是星嘛。有人是写浪。人，弄榴莲有无吼？啊啦，弄榴莲，你唔弄甲老火老滴。我榴莲迄偌尖的呢。慢慢加啦。我讨论尔啦。我怀疑你想要徛一位。我随定来。哦，来，今仔个学员无简单，咱就讲过，今仔日是种足够唱歌。来，用台语班长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宗兴，是讲了看过我，有可能是几啊当前，我参加一个歌唱比赛，叫做超级五项。这个比赛我比了9个月。5项绝对5项，东南西北中吗？5项应该是5项吧？超级偶像。偶像老师有教过哦，有教过哦。5项。你是超级5项。超级5项第1届，超级5项。第几名？第3名，第1届。哦，你正好听到第3名。对啊，因为第1名太缘投，太水太缘投的，我拼袂过。第1名是查甫嘛是查某对不对？你等下会使问伊。太缘投佮太水。好，你第3名。对。来，这位来宾，麻烦你自我介绍，请用台语。但是要介绍你之前，请介绍。听讲今仔甲你来这是你的好朋友。嘿是。是好姊妹啊伴。姊妹啊伴对。是好到什么款的程度？都就是。会使辛苦。高升笑的啦。哎。
来，你好好，你介绍伊。我介绍伊，来用用变干呢，唔是介绍伊，就奇怪。伊叫做林英伟，应该是安尼讲，对对我唔知安怎讲，林英伟吧。无紧，过来。对对，嘿，过来，伊嘛是超级五雄上，超级五雄，你第几届的？第二届。你好，你唔知第几届？我平常阮无咧讲即款代志。因拢洗身躯较做伙，其他的时阵无咧开讲。我还是好加三程度嘛，好加三程度。别即个迄落，迄个什么啊，这个安怎呢？迄个我爱讲吼，就是安尼嘿，代志你到遮错安尼。所以迄个安尼。阮拢是迄落爱家己写歌家己唱的，阮都伫音乐顶头的足侪迄落。伫倒顶头。音乐交流。你阴暗交流，你是无交流。天哪，怎么这样？就是哇，大家听哦，系啊，要食药啊。你先问伊好啊，伊讲叫我先问你啦，啊，你介绍伊。好，伊拄仔就问你报你的名嘛？是啉什么货？你是啉小兴啊？啉高粱？我啉红酒，较济。啉茶我食到要变过。我叫啉音味，这安尼念应该是对。无一定对哦。拜拜拢安尼念吗你？莫拜遐头家喎，拜遐。你要拜迄边好无？好，好，你介绍伊。好，伊叫做张分经，哟，哎呦，伊是超级五上的第一届的第一名。冠军。伊的特色就是伊足缘投，但是佫足水的。伊有时阵伊照顾朋友的时阵，伊会足亲像有查甫人的金架头。啊，伊若是温柔的时阵，伊会甲你安慰；若是你心情无好，伊就会甲你安慰，讲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咱做伙拍拼，做伙写歌。安尼。是。咱算讲咱熟识真久系啊。啊，我自细汉看你大汉。不是安尼所以你要抱我去放尿无？无啦，我就是讲你细汉就看你，看伊个大汉。对。最近讲出唱片啊？最近有写一首新歌，那才搞。伫咧网络拢听会着啊。有你通讲网络呢？网络对。啊，因为这是进前万圣节的时阵。不是。对，这是我家己写的歌啊，叫做《为我死宝贝》。谢谢你啊。好。你最近用用哦？又来学台语安尼。什么？学台语啦，嘿。你心里第一名的冠军，你感觉迄个第三？我感觉。第三。你感觉我感冒啦，我感冒。我无咧问你，小查甫，你感觉伊安怎？伊唱了就好个啊。系啊，其实我较早在比赛的时阵，我是讲伊的第一名。哟，哇！你今日讲心内话吗？真的啊，心内话吗？真的啊，因为伊真正唱歌足够的，哟，足够唱的。安尼付你第三季？伊牛蛙吧？我都无你缘投，人欠你客气。老师啊，今仔台语哇，两个吼，张文经哦，文哦，张文经，林那个要合唇哈，落音林啊，林音伟啊，所以这两个拢真重在真好唱歌，而且吼，文经有一个真好的所在，8岁的丢啊吼，头咧咧，伊是第一名，不过伊拢学到第3名，比伊更加优秀，这就是啥顾谦，这是台湾人的特色，所以张文经正讲是台湾人。台湾。多谢老师。你的名你改念一遍来，对我老师讲了。张文经，足经啊，林音伟。对啦，好，会记啊，会记咧。会记。好，即摆我过来，刷日期要来考大家。成语听有无？
成语、成语、台哦，语，生意，生意，看你台语听到真正到到位啊！哎呦，你也解说出来哦，老师来卡落来。哇，我说心诚则灵，我讲550比，哇，厉害厉害，大皮身550比，安尼对吧你？手头看到对对无？不，我无看到。啊，无你搁考我一个啊？哎呦，好难听。我先问看老师安尼敢会过？心诚则灵，伊敢拜啊？跟他阿妹阿袂哦，所以讲，哎有相信有保庇，有只有惊气，应该较无晚呢。哦，应该是讲心肝齐向，心有感立。如果咱大家吼用心来祭拜，心安尼咱拢靠双手尔。哦不过你烧香，你用迄个动作啊。哦，所以应该是有这差伫这个所在啦。心肝齐向，大家做伙来想这件代志，啊，心有感立，伊讲好，啊，我就照恁的意思来做安尼。哇，哎伤深啦，感呐，感受，要接受感立，嘿。我说心诚则灵，我讲心肝齐用心有感力。哎呀，我说口是心非，爱食贵个给说你，爱食鸡翅，敢有？你讲要我，伊个口是心非是讲嘴讲的，甲心肝所想的无共款，所以所以应该是阿弥陀佛食菜无拜佛。啊，话是讲吼，到嘴无到喉，到喉无到心肝头。你老师你忽略等你哪有法哩啦？你特别在等就呢。等咧，到嘴无到，到嘴无到喉，到喉无到心肝头。我说口是心非，到嘴无到喉，到喉无到心肝头。万的对。好，我说袖手旁观，拢无我的代志。今日安尼讲应该是对啦吼。较有台语味的啦，骑关山看马烧炭。这句你知意思无？骑关山安怎？看马烧炭，看马烧炭，炭哦。对，你两个人踢来踢去，拍来拍去，我哋要好来，搁来撿落去，搁撿落去，安尼。另外一个就讲隔岸观火，有无？你骑关山看马烧，当然无你的代志嘛。所以我说袖手旁观，骑关山看马烧炭。对啦。来，我说老天有眼，人咧做天咧看，高，天公伯有甲目睭拍开，嘿，所以你的唱片一定会袂歹。你愈讲愈假了都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我说口无遮拦，我讲黑白讲话，那还简单啊。口无遮拦，口无遮拦，我别讲话，口无遮拦，我别讲话。黑白讲话。无挂牛喙暗，无挂牛喙暗啊吼。但是讲迄支喙安尼，一直弹，我白讲，这支喙好绿绿，迄无共。无共。好绿绿是真正我白讲的，人讲算命喙好绿绿。哦。不过你这是更加歹，心歹无人知，喙歹上厉害。哦。所以唔当我白讲话。所以无挂牛喙暗，暗。我说口无遮拦，我讲无挂牛喙暗。我说口干舌燥，我讲无喙烂，无喙烂对咩？口干舌燥，无喙烂。口干舌燥，舌燥，熬打喙胯，熬打喙胯，嘴胯就是咳，熬打嘴胯。熬打。我说口干舌燥，我讲熬打喙胯，熬打喙胯。 1、2、3，我说口耳相传。我甲你讲，你搁去甲别人讲。我甲你讲，你也别讲，我甲你讲的。不是，我甲你讲，你爱甲别人讲。爱叫别人对，爱去甲别人讲。你叫个艺术家反对过来，但是伊算反应就袂歹啊。是哦，食好到小过啦。假喝到酒吧。你若去食着什么款的好物件好无？你就讲啊，我迄间个什么面件偌好食的，有无？是介绍互别人安尼。哎，我说口耳相传，嘴沙咧黑白讲。食好到小过啦。什么？你不是说口无遮拦吗？
我讲口耳相传呢。对不起，受紧张啊！你今日受来聋影无啦？无啦，我昨天想咧考试啊，紧张啦，紧然后张。为什么你讲一遍？对，我说口耳相传，假后到修补，我说口无遮拦。吹三咧有白讲啊！昨天我白讲，吹三咧有白讲，刚才咧，对，所以我说口沫横飞，水暖喷甲拢是迄个四字就解决，迄就简单呢。破甲砖，嘿，哦，嘿，四甲砖破，什么四角？水甲砖破，水甲砖破。我说口沫横飞，我讲水甲砖破，你是几卖水哦？甲砖破。几卖怎么看普暖？我讲水甲砖破，好，哎，我说口沫横飞，我讲水甲砖破。我说心诚则灵。你呐，你若来台东，请你斟酌看。喂，你讲水袂记啊？不摆我比，有白无白？我袂记老师讲老师讲就长的啦，什么心向，什么心向谁？心肝际向，哦，心有甘辣。哦，心心肝在向心有感觉。你甲看偌困难的对吧？心有感。最后一条好啦，吼，太困难了。哎呀， 1、2、3，我说口蜜腹剑，嘴足甜的，啊，迄落巴肚有一支剑。别款，这是一种镜头啦吼。当然大家知影讲迄口蜜腹剑，意思是讲最少甜的心肝，在巴肚里一支剑，当然是咧讲无对，但是爱讲有一个就理由出来啊。这个人，你这个人这个人就心机足重的。心机足重。想着，老师安尼敢会过个？口蜜腹剑会使。哦，因为嘛，这种人就是歹心恶落刀迄种人啊。哦，开心多。今仔这个物件哦，讲到这个囡仔拢哩哩啦啦吼，是，讲到拢无啥拄好势吼，1、2、3、4，我说口说无凭啊，无边无故，哎，你惊惊哦。当会惊你遮尔活来，心明诶，心明降临啊会惊。对啊，我你问我咧，用华语的成语啊，哎，一触可及。我还我出在你。成语啦，成语迄要用到台语向我要甲转倒过来吼，当然有相当的困难的咧。哎，即马过来要进行的就是，你要写这个俗语讲了后，演了到底恁就知讲迄到底安怎讲。来，俗语讲了后。你一个下晡，阿公交代姐姐甲小妹两个人扫涂骹。阿公转来了后，伊要检查，但是呢，阿公一出门了后，姐姐甲妹妹两个人吼，就摕扫帚啊起来算，到底这个涂骹会扫到什么时阵？互咱继续看落去。算啊，假的恭喜，你别送了，恭喜！拍摄，哎，等，什么？高中好，拍摄，我恁高中哦。阮大哥的翁啊，高中啊。大伯公牛早，哎呦，我大弟，我恁大伯讲，大伯公啊。我偷你讲哦。无共款啦，大伯公、二伯公、三伯公、四伯公、五伯公、六伯公啊，你上大我叫大伯公啊，啊是你要叫我叫你老伯公，大伯公啊，你看起来比我老，叫我伯公那里。大鼻公，大伯公。亲爱的，二伯，二伯啊，讲话要念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这老啊，我还没。后摆讲较紧的。阿公，恁两个这四个仔，即摆是咧创啥个啊？阮咧扫涂骹啊，对啊，扫涂骹，我明明拄啊见着看恁两个伫遐咧耍。无啦，阮咧检查倒位阁有垃圾。对啊，好好，检查倒位垃圾，嘿倒位拢嘛拢总是垃圾。你看阮足认真呢，你看，对这啊，扫哦，你有看到无？你是甲人讲对啊？对啊，你是救官了？对啊。阿公，阮拄则足认真呢，扫
扫涂骹呢。认真扫会扫到安尼咪咪毛毛吗？啊是？啊是啊，阮拄则扫就清气的，一定是阿公你转来，甲垃圾物拢砸转来啊。你讲阿公是歹咪啊？是啊，我讲无形啊，拢砸转来。阿公后面可能有垃圾物啊。什么是咧讲啥？你就怪我才来哈？无啦，公阮无咧怪你啦，阮是一定是拄则迄风伤透啊，甲垃圾物啊吹入来啊。所以是单位有来哦。哪里风镜头？哎，阿公的面臭臭，点去？大伯公的面这个臭风会大家的物件拢安尼吹入来，哦，恁这对姊妹真正是我看袂落去，气死！真正是哦，家己面无肉，万叹人大骹酸。第二句的日曲咧属于请了。来，你是救官了。对啊，好啦，我问你哈，你我讲安尼无伫身体有好啊扫涂骹无？有无？有啊，阿公，我甲阿姊拄则足认真咧扫涂骹。认真扫的，扫到这几涂骹全部做了了。阿公，迄是阮拄则足认真咧扫涂骹，扫足清气的，啊是你转来，你甲垃圾物仔拢带转来。什么啊？你讲阿公是啦，你讲大伯公是啦什么啊？我是去无我包转来哦。后边有垃圾物仔。后面垃圾咩？后面倒一个，倒一个。你即嘛是咧怪我就对了哈。哦，无啦，阿公，我唔敢怪你啦。嗯我知影，一定是拄则风伤透啊，甲迄落垃圾物仔吹入来啊。对。哦，外口安尼无风无摇，风会天头，单位有来咱兜，你莫甲骗笑的。有啊有啊。单雷，哎，去哪里风镜头？喂，大伯的面臭臭。你敢知影一条歌若版权超过4小时就要收钱啊？真正叫恁遮气死，真正。讲到恁遮真正，恁这两个查某囡仔吼是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头牵牛。我来，甲你拍一个破来。来，注意听哦。拄啊，这种情形，这对姊妹啊，呵呵，安尼伫咧志东志西求官，求官。对吧？对。对。就讲家己面无肉，万叹人大尻川，也是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头牵牛。因来讲安尼甲伊接比，到底这两句日起俗语对一句才对？又第一句的，请举手。我嘛记得第一三家己面无肉，万叹别人尻川大。戏票好，恁两个分经啊，甲做这志愿啊，恁两个意思是讲细汉头牵牛，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头牵牛。你是安认为是安尼？哈，阿姨头我是咧算啊，伊也无咧扫啊，伊甲你骗。所以伊是咧讲白贼，对，所以伊细汉就讲白贼，细汉我未惨，啊大汉会做歌星。对。对面啊。安尼又头前的是什么关系？头前是家己面无肉，哎，万人万别叹人大尻川。你是安尼有一个。我袂哟。你是救官了。我袂讲话啊。你也有这个是？就是万项大项，就是讲你家己都无做好，啊个牵拖啦。嘿，对，牵拖，对。牵拖。这个囡仔唔知对唔对？老师，这死囡仔仔吼，食饱唔顾家安尼吼，拢偌位阿公遐去，伊家己面无肉吼，万人大尻川，就是头仔主任讲的牵拖啦，袂生吼，佮牵拖厝边，吼欠钱怨债主，不孝怨爸母。股票博输挂怨政府啦，反正拢别人的唔对啦。哦，所以明明的无认真扫，啊，结果拢牵拖这牵拖迄。啊，另外吼，细汉无板，细汉头板布，大汉头牵牛，这是讲教育的重要啦。咱自细若无好啊教吼，细汉若无屈，大汉就屈袂屈啊。啊，另外一句是讲吼，挂菜无白，唔正长；囡仔无教，唔正人，所以爱好啊教。哎，所以这个标准答案是应该是家己面无肉，万人大尻川，要对啊。好厉害！这老师咧解说过，咱就知影。拄啊，这个
大家咧问啦，书店咧问讲啊，你都讲迄个驾车这个驾啊，伊个安尼个轿车搞着搞的，就是拜托者。搞，碾过，碾过搞过是去叫车搞着卡，所以一定教搞为倒一边开始，搞去互车搞着一定教车有地带，是个对不对？嘿，对车，对。搞着哦，搞着哦，注意看哦，安怎搞哦？诶，嘿，哦，哎，这是狗，这是驾车的驾，对啊，嘎，这是因为民间吼，足侪人想爱驾车的驾，为了嘛搁写倒一个尴尬的尬，来尴尬尬，大叔来，尴尬的尬。诶，因为讲实在，这大叔写你，甲我写你，差足济啦吼。你看，为了写驾驶驾车，为写字驾车，就是啊，因为无共的创作，大家有无共的想法，无共的看法。就亲像咱去卡拉 OK 唱歌，有时顶头拍的字幕吼，拢无共款啦。对，啊，咱语言要推广是，毋是讲大家啊会当用共字啦。哦，所以即马教育部做的工作就是讲吼，大家用力尽量配合教育部啦。吼啊，大家约定俗成，大家用力用惯势啊，大家后摆写，大家看有啊。袂讲你驾车驾车，这驾车遐驾车，啊，毋知要安怎教。嘿，所以驾车是只是去搞着搞，教着。嘿。拍拍鼓励，谢谢。吟诗说文真趣味，今仔当这趣味啊喏，哇，这两我都毋捌看过。什么伊较早都你有看过？有，我细汉的时阵有，阮妈妈教我耍的，真的哦都是念字，诶，都是念字，就是遮的人有无？啊，拢甲手伸一指，哦伫我的下骹，啊，就念这盐国鸡，安尼就念这句话，安尼你也着安尼。所以迄个啱啱吼嘿对，我莫叫你念吼。唔免来，头前三句麻烦迄个吟位，哇有关有请。哇，有请，盐锅鸡，高白卵，随你食，还有随你整，锅鸡，还有咩。哎呦咩咩咩，哎呦咩咩咩，哎呦咩咩咩，好来哦，分经请了，为啥？鸟鼠囝偷做贼，哦，一支刀咧一支钱。不走唔走，唔通好唔通好。诶诶，啱啱老师，你既然你啱啱同学你念啊？哦好，毋过阮妈妈敢若教我，甲迄鸟鼠仔囝头做菜，嘎啾，安尼啾的时阵，快点，我妈妈啦，啾，哦，我对头前念，啊无大家出来跟我耍嘛会使啦。你这卖念，你嘎叫好。我后面卖念。可以白切。盐锅鸡走白卵，随你食，哎呦随你软。锅鸡仔囝的米密密，鸟鼠囝头做菜，啾。我细汉就安尼耍的。是，对不对？我唔知影啦。哎，像这田老师，啱啊，嘿，安怎？唔通学白讲腌啦。盐，你知影腌是啥物意思无？哦，盐。盐是较早迄个太感的咧，你做太啊是感盐。国鸡，是唔通讲腌啦，唔通再粗残啦吼。对是。诶，暗国鸡、黄国鸡拢会使。走白来，这个问题就来啊。这个破蛋咧读啥？卵是卵，这个是蛋，皮蛋。哦，这个读做皮蛋，啊卵是卵。咱讲鸡卵糕容易软，吼。哦。鸡卵走白卵随你食，哎呦随你这里吼，这嘛算奇怪的。你会当去蒸，会当蒸落去，你会当软落去，你会当蒸，毋过就是无这里。尊重，嘿，这尊重吼。哎呦，随你蒸，随你蒸，随你蒸，随你软，拢会使，毋过就无这里吼。国鸡仔囝，哎呦，米爸爸，这里米哦，咱米毋是这里米，米是另外迄个。立起来立吗？米起来，米小吹。即马就是米起来。诶，米起来就看无去啊，哦。
见，迄叫米哇，这叫米哦，米我真正无看过这个米烧吹，无看过这个是拉的拉，拉的对，拉的啦。米烧吹就是米烧吹，所以米爸爸，爱这个比较对。嘿，对米爸爸。啊，过来普通话来，鸟饲仔囝，你看迄鸟，迄个咱会读做啥？老老嘿对老，你会读老啊，所以有时咱毋茫讲看字就知影要读，啊即话讲老饲仔囝，啊咱鸟用倒一字鸟，鸟饲仔囝，尿鸟鸟吗？钻诶，真的假？胶啊，飞鸟啊，哦，真正是安尼写，真正安尼写，鸟鼠爱写鱼鸟，鸟饲仔点鸟鼠嘿。鸟鼠，嘿，鸟鼠仔囝头做擦，一支刀咧，一支剑。来，袂，迄个咱会读啥？卜求人请卜啥卦？对毋对？迄卜卦，所以你读卜卦对毋对？毋过你意思是啥？要走毋走？哦，要走唔走？要用倒一字？贝吗？我想要心里有所欲望。贝我想要安怎？贝走贝，要走毋走迄毋吼？我要写，哎来。对不？真艺术，诶，是对唔对？唔对。老师啊，讲尊重你的艺术创作就是唔对。啊，阮听你听无？哎呦，你真老翻颠呢！挑战起来，歹势，站起来，唔走，唔就是这个唔，勿忘在举。来，勿忘在举，老师你来写，你较水，我你做摆。就二楼啊，唔啦，啊，就安尼。嘿啊对啊，哦，要走唔走，迄唔，啊来唔通好，即马连家己饲吼，你看咧，即马少年家拢唔通拢写啥？母汤，母汤，哦，不是母汤，嘿，真的是母汤。啊，其实啥？唔汤，唔通安尼做啦，唔通哦，嘿，唔通安尼啦。汤啊，即马少年家拢会晓讲台语，毋过字袂晓写。想讲吼，踹讲，踹讲费。再讲，这个阿强的抗议哦，这跟我无地带哦，人是我抬的，你讲我要踹要创啊，要讲我站，吼，所以踹讲其实是出来讲，哦，哎，所以拢比较少音字啦，吼，照字，照字是习新惯了。兴用语，好了，今天咱阿未啦，阿未完，哎，我唔对，哦，迄个号边啦，号，好，爱有目屎，爱有目屎，号是用嘴咧，用目屎，好用水，用嘴，哦，唔是，哦，好好好，哦，嘿，嘿，好，无考字边哦，有啦，有考虑边，啊那这里叫做考，考，哦，好，倒一个程度较严重，考可能较严重对无？吧，还是考，好个考吧，较严重对。好，啊，阮阿土，啊你谁来？好个妈妈对。嘿，好甲妈妈叫啊考，哦，这考这好，所以今日就学习就是个米小吹米，这米，对，这字无是差不多，这汤，嘿，出来讲是出来讲，出来讲诶，所以这两个是嘛少音字啦。鸟鼠，鸟鸟，敢若是鸟啊，迄个文言的读法。飞鸟，飞鸟，啊，感谢老师请了。好，暗国家走白卵，随你食，哎哟随你装。国家囝，哎哟米麻麻，鸟鼠仔囝头做贼，一支刀咧，一支剑，要走唔走，唔通好啊，唔通好。好来，谢谢老师。推荐所在哦。别走，能走，别走，唔走走，甲大家听起来。好来，做一摆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做一摆念落，你别来如果卡落去。阳光国家走白卵，随你食，哎哟随你装。国家囝，哎哟米麻麻，鸟鼠仔囝头做菜，一支刀咧，一支剑，别走，唔走，唔通好，唔通好。耶！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后回再继续收看《为山为水为你多》。
今仔日学到足侪台语的物件。虽然我的台语唔是少练长，但是呢，阮少年人应该要好好学习台语。唱台语歌的时阵，有一寡音较早拢是唔对的，毋过今仔日学甲足侪，希望后一届来的时阵会更较进步，我会继续加油。